點解你勤勤懇懇打工一輩子，慳食慳用全掩間，最後卻發現自己啲錢越存越薄，買樓越嚟越絕望，而嗰啲揸住資產凱富人乜都唔使做，財富就自動瘋狂飆漲？答案根本唔係你唔夠努力，而係全世界最隱秘、最殘酷喺財富收割機制，從來冇話過俾普通人知。我哋由細被教到腳踏實地，努力返工，乖乖儲下，就能慢慢累積財富，改善生活。但大個咗之後，個個都發現呢套邏輯喺現代金融體系入面已經徹底失效。明明社會整體財富一直喺度增長，市場錢越嚟越多，點解底層打工階層越嚟越窮？頂層富人越嚟越苦，貧富差距一年比一年誇張。呢背後根本唔係個人努力解問題，而係一套由央行、貨幣政策、聯匯制度共同搭點，解剛性規則，每現將普通人解財富謀生模式轉移俾資產持有者。今日呢條片，我唔講空泛解經濟理論，唔講心靈雞湯，我用最通俗、最落地、完全貼合香港人生活解角度，徹底拆穿量化寬鬆解真實面目，包括坎地龍效應解收割地產邏輯，香港連社去率制度解隱藏大價，以及點解單純靠打工存錢，永遠跑輸通貨膨脹，永遠追唔上資產升幅。睇完呢條片，你會徹底睇通過去幾十年財富分化嘅真相，搞懂未來幾年全球貨幣週期走向。學識普通人點樣跳出被動收割啟命運，真正守住自己啟辛苦基數。首先，我要推翻一個絕大多數人被洗腦解錯誤認知，量化寬鬆，即係大家成日講解 QE， 從來唔係普合全民解貨幣紅利，佢係一套極度偏向富人，天然製造貧富差距，喺隱性財富再分派機制。好多媒體財經節目都會同你講，央行放水，量化寬鬆，市場流動性變多，經濟會變好，個個都受惠。呢句話只係呃普通人。真正喺金融從業者頂層富人，從來都唔信呢套說辭。量化寬鬆解品質，從來唔係平均分配財富，而係將社會新增解絕大部分財富，精準收送俾已經擁有資產嘅人，同時稀釋剝奪普通勞動者嘅現金財富。我哋可以回看全球公共高危上事件之後嗰輪超級放水周期，就直觀感受到呢套機制係殘酷。當時聯儲局僅僅用咗8個星期，就向全球市場注入超過3萬億美元嘅流動性。大家可能對呢個數字冇概念，我俾大家對比一下，呢筆錢相當於多國一整年喺國內生產總儲總量，甚至遠超全球所有黃金儲備嘅總市值。天量資金毫無節制咁湧入市場之後，並冇帶來全民收入提升、基層生活改善，只係帶嚟一個結果，就係全球所有核心資產價格集體暴漲。數據唔會呃人，嗰輪放水之後，全球核心股市指數整體升幅超過23%。香港樓市核心金融資產同步跟隨大漲，但呢輪上漲啟動力，普通打工仔幾乎1毫子都攞唔到。國際定極學術機構喺2026年發佈過一項重磅研究，專門分析量化寬鬆對家庭財富分配嘅真實影響，仲搭建咗2階段傳導框架，清晰拆解咗貨幣放水、資產漲價、財富分化嘅完整鏈路。研究結論非常直白，亦都非常挺心。量化寬鬆喺絕大多數收益分別集中喺社會財富頂層人群手上，底層民眾好難分到任何紅利。唔止呢一份研究，過去10幾年全球大量經濟調查數據都證實咗同一事實：生態化啟量化寬鬆會長期扭曲市場資本配置，不斷催生資產泡沫，持續放大社會貧富撕裂。知名經濟學家頭東都講過一句大實話，我好認同。佢話廉價資金永遠只會流向有資產底入、有信用底層啟富人，令富人靠錢滾錢被動增值，最終造成成個社會嚴重啟幾舊傾失衡。聯儲局官方啟調研數據更加直接捅破咗呢層窗殼紙。嗰輪寬鬆週期啟動之後，喺1年內全美家庭總資產增值超過100萬億美元，呢個數字極其驚人。但重點嚟啦，呢個高達100萬億嘅新增財富，接近80%全部流入社會頂層少數人群喺口袋。廣大普通打工階層現金取發家庭幾乎冇分享到任何放水紅利。長期追蹤美國財富分佈喺公開數據，更加能夠說明問題。美國頂層極少數富人持有全美市場89%嘅股票、公募與私募基金資產，而社會底層一般嘅普通民眾手頭幾乎冇任何優質金融資產，冇樓、冇股票、冇基金。到呢度大家就徹底明啦。量化寬鬆根本唔係經濟刺激工具，佢係一套隱性嘅財富轉移機制，整靜雞將勞動階層嘅財富轉移俾資本階層資產持有者。而身處香港嘅我哋，比全球任何一個城市嘅普通人
都更加能夠深刻感受到呢套機制啟傷害，因為我哋啟城市徹底失去咗貨幣徵籌自主權，被動綁定美國所有貨幣週期，人哋放水我哋被拍放水，人哋收水我哋被拍收水，完全冇任何緩衝空間。好多香港朋友可能唔清楚點解美國啟貨幣徵籌能夠直接主宰香港啟樓價、股價、匯率、利息，甚至我哋每個人啟財富水平。核心原因就係1983年開始實施概聯繫婦女制度，港元以 7.8 概固定婦女同微軟掛鈎。金融學有一個永遠成立概波棱三角理論，一個經濟體永遠冇可能同時擁有婦女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貨幣徵籌自主權，三者只能揀其一。而香港概選擇非常明確，我哋為咗守住國際金融中心概地位，保證資本自由進出，保證港元婦女長期穩定，所以主動放棄咗貨幣徵籌自主調控概權利。呢套制度帶嚟啟，結果就係絕對啟被動。只要聯儲局開啟量化寬鬆，向全球釋放流動性，香港金管局為咗維持 7.8 啟固定活力，就必須被動吸納所有外資，同步向香港本地市場投放對等數量啟港元。反過嚟都一樣，只要美國加息、縮表、收緊市場流動性，哪怕香港本地經濟低迷、市民生活壓力巨大，我哋都必須無條件跟隨收緊，冇任何逆向調控啟空間。好多人覺得聯匯制度好穩定，幾十年冇出過問題，但大家唔知道呢份穩定啟背後係香港市民幾十年持續付出啟大家。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喺2026年5月啟公開發言中明確表示，聯繫去了一叫係香港最合適啟制度，本次例冇任何更改啟打算，亦都直言轉反掛鈎機制技術難度極高，市場風險極大，會動搖過街投資者對香港啟信心。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更加直接形容港元係美元最穩定啟大型穩定幣。截至2025年，香港持有高達2560億美元啟美國國債，呢個就係我哋綁定美元換取穩定啟底層籌碼，但穩定啟大價全部由普通香港市民埋單。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美國連續推出多輪超級量化寬鬆，大量美元流動性湧入香港。隨後5年時間，香港住宅樓價累計升幅高達130%。各位認真思考下，呢輪瘋狂漲價係因為香港經濟爆發式增長咩？係因為香港市民收入大幅提升咩？係因為香港人口暴增、住房需求爆炸咩？通通都唔係。嗰輪房價暴漲同香港本地經濟嘅盤現完全冇關。純粹係美國貨幣放水，被動輸入啟資產泡沫，亦都係從嗰個階段開始，香港啟住房負擔能力直接跌到全球墊底。2015年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清晰顯示，當時一名普通香港上班族想買一套60平方米啟普通住宅，需要唔食唔飲，留低全部收入，連續工作14年先至夠。呢個就係聯匯制度下，我哋被動承接美元放水啟真實大價。講到呢度，好多人會問，點解貨幣放水啟紅利永遠只流向頂層富人，普通人永遠只能承接通脹？呢度我就要同大家講透整個金融體系最核心，亦最被忽略啟底層邏輯，就係大名鼎鼎啟坎地龍效應。睇懂呢個效應，你就徹底睇通所有財富分化啟真相。坎地龍效應係18世紀經濟學家提出啟經典理論，放到今日啟現代貨幣體系，依照100%精準使用。佢解核心邏輯非常簡單，卻冇比殘酷。央行印出嚟啟新錢，釋放啟新流動性，永遠唔會軍人撒到每個人啟口袋入面。佢有嚴格啟先後傳導次序，邊個嚟印鈔機最近，邊個就能最先執到平錢，收集最大紅利；邊個嚟印鈔機最遠，最後先攞到錢，邊個就只能乘啲物價上漲，財富縮水啟所有大家。最先攞到新增貨幣啟群體，永遠係大型商業銀行、頂級經養者局、對沖基金、跨國投資集團。呢啲機構可以喺磨價資產磨價上賺之前，攞到超地產洋啟豪量資金，提前掃貨核心資產，鎖定平價籌碼。呢個階段，佢哋啟購買力係最強啟，獲利空間係最大啟。而普通打工者、現金儲費啟地產民眾係整個貨幣傳導鏈啟最後一環。當流動性經過金融市場、樓市、股市層層傳導，終於落到我哋手上啟時候，所有資產價格早已經翻倍上漲，日常貨價都已經跟隨抬升。我哋啟人工針法永遠追唔上資產升值速度，永遠跑唔贏隱性通脹，最後只能被動承受財富縮水。呢個就係無心啟財富轉移。所以業界先會話長期貨幣超發，品質就係針對現金持有者啟隱性稅收，唔使你申報，唔使你散納，
靜靜雞收割嚟幾十年啟基礎，我俾大家一組真實數據，大家就直觀感受到現金貶值有幾恐怖。1975年到2015年呢40年時間入面，美元累計購買力縮水超過80%。簡單嚟講，40年前價值100美元嘅財富，去到2015年實際購買力已經唔夠20美元。如果拉長到8年米度，美元購買力縮水更加超過9成半。呢個就解釋咗點解長期持有現金，單純靠存錢理財嘅普通人，一輩子佢基局都被通脹慢慢收割。喺法定貨幣體制之下，貨幣長期寬鬆係常態，現金貶值係必然趨勢。單純靠勞動收入守財早就行唔通啦。點解喊低龍壓影解收割效果會咁極致？因為量化寬鬆解資金傳導機制天生存在結構性缺陷，呢個係央行操作模式冇辦法改變嘅硬傷。大家要記住一個永遠不變嘅規律：全世界所有央行放水投放流動性，第一步解資金去向永遠唔係實地咁低，唔係整數效意味，唔係普通市民，而係100%精準流入大型商人銀行、頂級金融機構、投資對沖基金手中。呢個係全球統一嘅操作邏輯，冇任何例外。呢啲手壓超地氹笨資金喺整籠值高，絕對唔會將錢投入風險高、利潤薄、回款慢嘅實體產業，更加唔會用嚟改善民生、補貼基層。佢哋喺唯一選擇就係扎堆湧入股市、樓市、自存、私募基金、大眾商品呢啲金融資產市場，批量買入核心資產，賺取穩定嘅資產增值收益。可量平價資金瘋狂湧入資產市場，直接打破原本嘅供需平衡，資產價格被硬生生推高，泡沫持續放大。與此同時，超低利率環境又俾富人機構創造咗巨家嘅融資條件，佢哋可以用自己手上嘅資產做抵押，以極低嘅成本借錢加倉更多核心資產，進一步放大財富收益。但呢套完整體系同普通零資產、小資產嘅打工者完全冇關。我哋冇資產可以增值，冇抵押物可以融資，冇渠道參與競種市場分紅。我哋感受到嘅只有物價超超上漲，存款超超貶值，想買嘅樓同資產越嚟越貴，自己嘅財富謀生模式被轉移。我好中意一個通俗嘅比喻，完美概括咗呢套機制。量化寬鬆就好似大江上游開閘涉洪，天量洪水奔湧而下，洪水最先淹沒嘅永遠係地勢最高嘅資產池，即係股市、樓市、自存市場，但係時間推高資產價格。而普通人所處嘅商品池、服務池，地勢最低，反應最慢。等到洪水慢慢滲透落嚟，日常物價已經全面上漲，我哋嘅購買力早已經嚴重縮水。呢個就解開咗絕大多數人最大嘅認知誤區。點解我哋明明覺得日常物價好平穩，超市日用品冇瘋狂漲價，自己啲錢卻越嚟越唔襟用，財富越嚟越縮水？核心原因就係資產通脹同消費通脹係徹底背離。好多人以為通脹就係所有嘢一齊加價，呢個係完全錯誤嘅。現代貨幣寬鬆週期入面，絕大多數新增貨幣根本唔會流入日常消費市場，只會扎堆湧入金融資產市場，催生極端嘅資產通脹。日常嘅衣食住行、日用品消費市場，產能充足、競爭充分、供需相對平衡，價格好難出現劇烈波動。所以我哋去超市買生活用品，完全感受唔到劇烈加價。但股票、核心樓品、優質股權、大宗商品呢啲優質資產供應量有限，稀缺性極高，面對可量流動性喺持續衝擊，價格只會一路走高，長期暴漲。呢個就造成咗當下最畸形嘅經濟現狀。經濟表面平穩，貨價表面穩定，但普通人嘅財富持續縮水，階層鴻溝持續撕裂。你嘅生活開支冇多到，但你想買嘅資產、想累積嘅財富載體，已經徹底脫離普通人嘅購買能力。我俾大家舉兩個經典嘅國際案例，等大家更直觀睇通呢套規則。第一個係90年代喺日本經濟泡沫，當時日本央行大規模放水寬鬆，市場流動性泛濫，但日常消費品物價非常穩定，完全冇出現超級通脹。與此同時，日本股市、樓市核心資產價格瘋狂翻倍，泡沫越吹越大，最後徹底破裂，無數高位接盤喺普通人財富清零。日本經濟陷入長達幾十年嘅停滯低迷。第二個案例係小學企急端磨皮現狀。過去5年，小學企老師名義價格瘋狂上漲，部分區域升幅突破8%，表面意住個個財富飆漲，但扣除持續喺惡性通貨膨脹之後，真實資產增值幅度不足9%，即係話表面90%嘅升幅全部係貨幣貶值注水帶嚟嘅虛假繁榮，根本唔係真實嘅財富增長。呢個就係現代貨幣體系最真實嘅圖路，
所有名義上啟財富上漲，大多係貨幣超發啟泡沫，普通人極容易被表象迷惑。而香港就係全球最典型、最極端啟美元週期被動承受者。我哋作為開放型金融城市，聯匯制度啟集肯體，完全冇抵禦外部貨幣衝擊啟能力，只能全盤承接美國啟所有貨幣週期。美國放水，豪量美元流入香港，我哋樓價、股價被迫飆漲，資產泡沫被動吹大，有產階層財富被動增值，無產階層買樓越嚟越難，階層池底固化。美國收水、加息、縮表，哪怕香港本地經濟低微，失業率攀升，實體生意難做，我哋都必須被迫跟隨加息。銀行借貸成本飆升，樓市調整，股市下行，實體受壓，所有市場波動改大家，全部由香港市民承擔。呢幾年美國進入快速加息收水週期，大家應該明顯感受到香港市場改寒意。為咗維持聯繫匯率改穩定，金管局持續動用外匯儲備監預市場，短短幾年時間，香港外匯儲備規模縮水將近1成半。呢個係我哋維持制度穩定必須付出嘅硬性代價。2022年到2023年，聯儲局加息頂點去到 5.25% 至 5.5% 啟區間。當時美國經濟處於復甦嘅加半階段，但香港經濟早已疲軟，兩地經濟週期完全錯配，形成咗嚴重啟政策錯位。金管局2026年啟會議記錄亦明確顯示，港元銀行同意拆息完全跟隨美元利率走勢，冇任何自主調整空間。僅2026年6月底到8月遵從港元弱方兌換保證就被觸發12次，頻繁啟市場監預，完美體現咗聯匯制度下香港啟被動處境。好多人會問，既然呢套制度咁傷普通人，點解我哋仲要沾涉？我必須客觀公正咁講，聯匯制度係一把雙刃劍，利弊公生，冇辦法分割。正面價值極其關鍵，固定匯率消除咗過界資本啟匯率風險，令香港幾十年嚟穩坐過界金融中心位置，成為內地對接全球資本啟核心橋鏈。呢個係香港繁榮啟功基，冇辦法替代，唔能夠動搖。但我哋唔可以淨係睇穩定啟紅利，忽略隱藏啟大家。制度啟穩定，換嚟啟係普通人財貨被動收急，階層過化，買樓難，儲貨貶值，啟長期困境。睇到呢一點，你才能真正明白點解單純努力打工存錢喺香港好難實現階層跨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儲局、歐洲央行啟眾多全球研究早就俾出咗定論，當代全球貧富分化加劇啟核心元兇，根本唔係市場自由競爭，唔係個人努力差距，而係長期貨幣寬鬆帶嚟啟資產增值紅利分配徹底失衡。央行內部帳上條現稅負顯示，量化寬鬆創造啟所有財富增值紅利，超過60%都精準流向社會頂層，5%啟高淨值家庭，基層絕大多數民眾完全分唔到任何收益。呢個唔係民間推算啟結果，而係全球各大央行官方條現啟真實結論。我哋回看2008年次大危機之後，啟超級寬鬆週期就清晰睇到呢條財富分化曲線。2009年到2014年，標普500指數累計上漲204%，加州豪宅價格近乎翻倍，市場財富表面整體飛漲，但新增財富入面60%被社會前10%嘅頂層人群拎走，後面50%嘅地層民眾幾乎一無所獲。更恐怖嘅長期數據擺喺眼前，自1975年以來，美國底層90%民眾佢財富累計轉移將近79萬億美元至頂層1%佢富人手中。與此同時，全球廣義貨幣 M2 佔國內生產總值舉比重，由1980年到2024年上升咗78個百分點，去到141%佢高位。貨幣超發越嚟越嚴重，財富集中越嚟越極端。呢個係半世紀以來不可逆舉大趨勢。英國前首相曾經講過一句非常通透啟話，直接點破咗現代貨幣政策啟品質。佢話現代貨幣寬鬆政策品質就係用超低利率、好量流動性補貼已經手握資產登上財富列車啟富人，同時犧牲冇資產依靠打工同草罰啟普通人啟權益。呢句話冇任何偏頗，完全係客觀啟經濟事實，亦都得到英國央行、國際清算銀行大量調研數據啟佐證。講到呢度，好多人會感到無力，難道普通人就冇任何出路，只能被動收割，永遠冇辦法翻身咩？當然唔係，睇懂規則係打破困境啟第一步。我哋冇辦法改變全球貨幣體系，冇辦法推翻零化寬鬆啟機制，冇辦法更換香港啟聯匯制度，但我哋可以讀懂週期，順勢而為，
跳出刑事陷阱，守住自己嘅財富。我觀察過去這10年，所有能夠喺香港實現階層跨越、守住財富、跑贏通脹嘅普通家庭，冇一個係單純靠打工人工累積財富嘅，單純靠勞動收入，永遠跑唔贏資產增值，永遠跑唔贏貨幣貶值。佢哋實現翻身嘅核心共性，都係依靠持有優質核心資產，利用資產嘅週期增值，對沖貨幣長期貶值嘅風險，實現財富嘅穩定累積。我再強調一次，唔係老師金融資產本身有幾神聖、有幾暴利，而係喺當前嘅貨幣規則之下，核心資產係唯一能夠長期對沖通脹、鎖定購買力嘅工具。持有現金就等於主動企喺被收割嘅一邊，默默承受財富縮水。持有核心資產先至係順應貨幣週期、守住財富嘅唯一正確選擇。呢個係規則決定嘅結果，唔係個人喜好嘅選擇。更加重要嘅係，當下嘅全球貨幣週期已經迎嚟關鍵拐點，未來幾年嘅財富格局即將迎嚟新一輪洗牌，普通人千祈唔好錯過。聯儲局喺2025年第4季度正式終止咗運行前3年嘅零化緊縮週期。呢3年時間，聯儲局從市場抽走咗多達2.4萬億美元嘅流動性，相當於俾全球淨總市場持續抽水。而家呢台超級金融抽水機已經正式停運。2026年聯儲局持續減息，重新確表釋放流動性嘅機率正不斷攀升。與此同時，中東地緣衝突反覆發酵，全球供應鏈重組，能源價格劇烈震盪。呢啲表面離我哋好遠嘅國際大事，最終都會轉化為市場流動性波動、通脹起伏、資產升跌，接着影響我哋每個人喺銀行存款、資產價值、財富水平。所以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亦希望大家認真問下自己：喺貨幣寬鬆、常態化、通脹長期存在、貧富分化持續加劇嘅今日，你喺理財思維、資產配置方式、財富理解邏輯，仲係企喺被動收割、喺現金一邊，定係已經企喺順勢增值喺資產一邊？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取決於每個人喺風險承受能力、家庭狀況同人生規劃。但呢個係每一個香港人都必須認真思考嘅財富命題。睇唔懂規則，一輩子努力都係為通脹打工；讀懂規則，先能夠喺時代週期入面守住財富，實現增值。今日呢條片，我將量化寬鬆嘅收集真相、冚低籠廿應喺底層邏輯、香港聯匯制度喺隱藏代價、普通人喺守財出路，全部毫無保留拆解清楚。如果你覺得呢份乾貨內容對你有幫助，徹底刷新咗你嘅認知，千祈唔好忘記點讚、收藏、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第一時間接收最新嘅週期解釋、財富思維、香港經濟趨勢。亦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你身邊係咪都有好多勤奮打工、拼命存錢，最後財富卻不斷縮水嘅朋友？你未來嘅資產配置會選擇繼續持有現金，定係佈局核心資產？我哋喺留言區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一齊讀懂時代規則，守住自己嘅辛苦財富。